好，大家好。2026年嘅1月12號至1月16號，呢個係金會員嘅一個專屬影片 CFTC 嘅黃金外匯篇。今日我嗰個標題咧就講黃金突破，發出入貨信號。我哋先睇睇個風險聲明先。OK， 嗱，今日準備咗個內容咧，分開做3個部分，睇睇第一個部分個焦點分析先吓。我話國際局勢風起雲湧，截至到1月10號為止。伊朗神權政府斷網鎮壓，美國特朗普總統宣稱咧將會為伊朗嘅人民咧爭取民主自由。目前咧伊朗全國就烽煙四起，局勢咧就異常緊張。咁國際金融市場咧再度出現咧金匯齊升，即係黃金飆上去，美匯亦都係飆上去，即係金匯齊升嘅一個現象啊！本來咧反彈到位個弱勢美元咧，一舉係突破咗個阻力，協同即係聯同3大貴金屬咧係齊咧就飆升嘅。非美貨幣咧就全部咧就見頂回落，其中咧日元表現咧係最差嘅嚇。咁星期五1月9號咧一支大陽燭高收，即係美元強啦，大陽燭高收指美元啦嚇。美元對日元咧後市咧將會挑戰161.95。或者係更加高。咁3大貴金屬之中咧，就表現突出嘅咧係黃金再度發出入貨信號，升破咗個 J3，發出個入貨信號。咁稍後咧，我哋再評論。其次咧就個白銀升幅咧就再破近期嘅新高啊，再破近期嘅新高。如果3大貴金屬個升幅嚟計咧，個銀嘅升幅咧升咗341.02%，黃金就升咗189%，鉑金咧升咗130.2%，啊，即係個銀咧升幅咧係最為厲害嘅啊。好啦，第6點咧就係 WTI 原油咧，技術上咧佢亦都係升破咗個阻力，挑戰63.8美元一桶油。好啦，貴金屬個走勢，我哋睇睇。金嗰個走勢係點樣先啊？呢個禮拜咧個金價咧就經過受 J3 力壓影響，星期3、星期2、星期3、星期4連續3日咧就嘗試不果，即係想穿嗰個 J3 就穿唔到啊！俾個 J3 咧就撳實咗就不果，而反覆就回落嘅。星期5 1月9號受到當前伊朗嘅精神領袖哈梅內伊強硬與及美國總統特朗普對着幹嘅一個影響咧，即係哈梅內伊同呢個特朗普咧對着幹嘅影響咧。星期5咧最後收市價嘅時候咧，就金價咧就向上突破 J3，發出一個入貨信號啊，發出一個入貨信號。好啦，咁呢個情況咧就說明伊朗嗰邊個情勢咧確實係非常緊張，大有一觸即發嘅一個事件發生嚇，可能已經係發生咗都未定。咁若然咧俄羅斯同埋中國參與嘅話咧，黃金上衝再破歷史新高咧係可以預期嘅啊。咁除咗個 J3 向上突破睇好個金價以外咧嚇，反映醒目資金即係個 smart money 咧。個未平倉合約 open interest 嗰方面嚟講咧，從週初嗰個48萬張480541張咧，係增加去到咧就星期4啊，即係 last update 嘅最後 update 嘅個數據咧就係50萬張啦，50,6020張咁樣。雖然咧佢所增加呢個張數咧係2萬張，並不猛烈暴增，但係呢個係一個利好後市嘅一個指標，反映咧。有人再度開新倉買入，有人再度開新倉買入，配合埋個 J3 突破咗，嗰個 J3 破咗，連續撳實佢撳咗3日，撳唔破，最後嗰日星期5咧一夜咧就篤穿咗，因為局勢緊咗，一係篤穿咗。期間咧喺呢度之前咧，嗰啲 smart money 咧喺呢段期間入邊咧係 new open 咗2萬張新開倉。買入嘅一個合約咁樣，呢個係 smart money 嚟嘅嚇。好啦，黃金個阻力咧喺4550，支持位咧喺440啊，440。白銀星期5仍然喺睇好買入嘅趨勢之中啊，佢一直咧佢又冇 reverse 到嚇，個金咧就係 reverse 咗，即係 quit 咗啦，咁然後咧就觀望，咁星期5咧再度向上突破，呢個係個金銀咧一路咧佢都係睇好
啊，個趨勢咧就響睇好嘅趨勢之中。截至到星期五1月9號為止，銀嗰個追升嘅追蹤止賺位咧係 71.7 啊 71.7， 距離星期五 79.9 咧有8.2美元嘅水平，即係兩者之差咧就差成10% 咁上下啦，即係叫震5-6% 都震佢唔甩咁樣嘅意思啦嚇，因為8.2，即係仲可以俾佢震8蚊落去咧，佢都冇改變信號咁嘅意思咁啊。喺呢一波個運行之中咧，個銀嘅信號咧就表現得非常美妙嘅。喺銀價回調震落去70美元嘅時候咧，就發出加碼再買，破咧一破就即斬啊嘛，唔破就碾實佢咧，就繼續加碼咧，有一個入貨信號咁樣。個銀價果然咧就再度上升，向上推升，形成咗一個咧似係雙頂嘅一個形態。銀係似係雙頂嘅一個形態。鉑金咧仲似，一陣我哋睇睇個圖就知噶啦啊！咁當然咧，若果下個禮拜初伊朗有咩冬瓜豆腐嘅時候咧，刺激個金價破頂急升嘅話，銀破頂咧亦都係可以預期嘅。即係個細佬去睇住個大佬，大佬如果佢衝破頂，有挑戰咧歷史新高，破咗個歷史新高都唔係話好遠嘅啫嚇。咁嘅時候咧，個銀咧亦都會追隨咧再破頂噶啦，因為佢而家咧係一個雙頂嘅一個形態咁樣。周線嗰個圖表咧就表現方面啦嚇，即係個銀嗰個周線個表現咧就有啲麻煩啊！呢個係一組嘅烏雲蓋雨嘅一個走勢，即係兩支，一支陽一支陰啊！咁嗰支陰咧，即係上個禮拜嗰支陰燭咧就對穿咗前一個禮拜嗰支陽燭嘅一半嘅樓上咁樣，所以呢個係一個烏雲蓋雨嘅一個走勢。呢一波個銀價咧大機率咧係經已見頂，或者係距離個頂咧係唔係好遠嘅啫咁樣。好啦，鉑金 Platinum 咧呢個禮拜咧個走勢咧就先升後跌，波幅咧就相當驚人嘅嚇。星期3、4兩支棍到佢個高低價位咧就去到300美元之譜啊，相當厲害咁樣啊！即係可想而知咧，個貴金屬咧個波動咧就幾咁緊要啦嚇。鉑金咧似係一個雙頂走勢，因為佢未碌落去啊嘛，咁我只能夠講似嘅咧，因為佢已經係 form 咗個 double top。雙頂嘅一個形態啊，只要咧又破咗下邊嗰個 support 咧，outside 個 support 嘅時候咧，個雙頂就會形成嘅啦。咁而家咧佢 form 咗個雙頂嘅一個走勢個模出嚟，目前咧就並未確定啊，佢係一個雙頂咁，因為佢可以穿頂嘅嘛，但係穿頂都冇用嘅，你繼續睇落去先啊。因為咧緊張嘅伊朗局勢咧，若然真係爆升，或多或少咧都會帶動鉑金咧就破頂再創新高嘅，即係話咧當前嗰個伊朗局勢嘅緊張啦嚇，即係兩個對着幹啦嚇，谷起個金價嘅時候咧，會拖動嗰個銀價咧就飆上去破頂，同時咧亦都會拖動咧個鉑金咧就破咗個 double top 雙頂嘅走勢啊，就或多或少都帶動呢個鉑金破頂再創新高嘅。但係咧，我認為咧，若果破頂創新高，呢個新高咧並不會長久，好快咧就會借翻落嚟㗎。呢個要好小心啊！並不會長久，鉑金嘅金價咧就會瞬間崩跌嘅。一撩破咗頂夾上去之後咧，分分鐘咧會出現一個單 Island Review。今日會同大家講如何成為 TSCI 囧囧頻道嘅 Patreon 會員。第一步，留意 YouTube 影片下方，點擊顯示完整資訊，點擊加入 Patreon 會員嘅連結，進入 Patreon 嘅官方網站。繼續第二步，到訪 Patreon 嘅官方網站 TSCI 囧囧頻道嘅頁面。第三步，請按右上角嘅登錄繼續。如果你仲未成為 Patreon 嘅會員，請點擊頁面下面嘅註冊，並繼續第四步。如果你已經成為咗 Patreon 嘅會員，可以跳到第五步嘅登錄。嚟到第四步，要註冊成為會員，填寫你嘅姓名、電郵地址同埋創建你嘅密碼，然後按註冊。你亦都可以用 Google 註冊或者用 Facebook 註冊，只要點擊相關嘅按鈕就可以啦。第五步，相信大家已經成為咗 Patreon 嘅會員，填寫你嘅電子郵件及密碼，點擊登錄繼續。你亦都可以透過 Google、Apple Account 同埋 Facebook 登錄你嘅 Patreon 賬號。
第6步，完成登錄之後，喺右上角嘅搜尋欄裏面搜尋 TSCI 囧囧頻道，點擊選項進入。第7步，選擇適合你嘅會員級別，我哋提供咗金或者銀會員級別，分別係40蚊美金同埋25蚊美金。點擊加入繼續。呢度要注意嘅係，金會員有專屬影片觀看，並設有 YouTube 直播嘅 PDF 檔案同埋聲音檔案下載，方便大家重溫精彩嘅內容。第8步，完成你嘅每月付款，填寫付款方式同埋確認你付款嘅金額。完成填寫之後，可以點擊確認或者更新並繼續。呢度要注意嘅係，英文版網站嘅 CVV 係銀行卡嘅安全碼，你可以喺銀行卡嘅背面揾到白底黑字嘅3位數字。另外，香港嘅郵政編號可以輸入000005個0代替。另外，如果你已經註冊並登入咗 PayPal 嘅賬戶，你亦都可以用 PayPal 去付款。第9步，恭喜你已經成為咗我哋嘅 Patreon 會員，點擊進入 Get Started。我哋亦都歡迎閣下加入我哋嘅 Telegram 群組，按下廣播群組連結就可以收取陳老師嘅所有資訊發布。按下 Telegram 私信連結就可以提問，老師會盡量解答你嘅問題。完成啦，即可瀏覽會員專屬內容。金會員限定，除咗有專屬影片之外，仲有 PDF 檔案同埋聲音檔案下載。好，多謝晒。